聖經金句句句今日照一句，好開心啊！老友記早晨啊，老友記啊，我前幾日啦，我嘅呢個電腦壞咗，而家咧我用呢個新嘅方法嚟錄音，如果錄得唔係幾好嘅話，請你原諒啦。係啊，老友記啊，琴日係父親節喎，老友記嘅父親啊，你嘅仔女帶你去到邊度食一餐呢？介紹俾阿靚仔牧師啦，因為靚仔牧師琴日啊，仔女都唔得閒，我都唔得閒，我就自己同阿老婆食飯，好簡單，去樓下啲煮炒檔就好啦，算係咁過啦。阿大女就俾咗我個大紅包啦，算係乖女一個啦。好啦，今朝早嘅金句係約翰福音14章第2節，耶穌說：在我父的家裏有許多嘅住處，如果係冇嘅話，我早已經告訴你們了。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。約翰福音14章第2節，耶穌說：在我天父嘅家裏有許多住處，若是沒有，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。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。有一次咧，我去新加坡嘅中央醫院啊，中央醫院嘅 SGH 福建人話係斯敗波嚇中央醫院，我去嗰處探訪病人啦。阿靚仔牧師咧就有啲懶咯，我就喺個 MRT 附近嘅車站咧就搭呢個醫院嗰啲巴士啊，醫院嘅穿梭巴士啊，我一坐低個巴士就行咧，原來咧而家佢仲喺個巴士上邊咧，仲有播放咧邊個站咁啊，下一站心臟中心，當然係講英文噶啦。快到呢個心臟中心嘅時候咧，佢就話：歡迎到心臟中心 ，Welcome to Heart Centre 咁啊。下一站眼科中心，佢就去到嘅時候就歡迎你到眼科中心。下一站糖尿病中心就到嘅時候咧，歡迎到糖尿病中心。下一站腸胃中心。歡迎你到腸胃中心，係啦，冇腸胃中心啦，開玩笑啦。阿靚仔牧師係亂咁講噶，佢話中央醫院真噶嚇，冇腸胃中心啊，有腸胃科，不過冇腸胃中心啊，開玩笑得啦。因為靚仔牧師係創意嘅性格嘛，我諗好多嘢古靈精怪嘅嘢我都會諗啊嘛，我亂咁諗啊，就古靈精怪咁咯，好創意咁亂咁諗咯。我好似搭呢趟巴士咧，好似咩咧？我搭呢趟巴士好似我行勻成個人嘅器官啊！你知個意思嘛？我搭呢趟巴士好似成個人嘅器官啊，你嘅器官啊，我都行晒啊，行過你嘅心臟啦，你嘅眼科啦，糖尿啦，腸胃啦，應該叫做器官巴士啊，器官巴士、器官巴士。最好笑就係佢個巴士嘅廣播，仲好有禮貌啊，很有禮貌，好有禮貌個歡迎你到糖尿病中心。我就想，如果嚟到癌症中心啊 ，Cancer Centre， 佢就歡迎你嚟到呢個癌症中心啊 ，Welcome to Cancer Centre。我睬，有咩好歡迎咁好禮貌啦？邊個想自願嘅嚟呢個癌症中心啦？睬啦，仲歡迎我嚟癌症，歡迎我嚟糖尿病。哎呀，好似咩病嘅咩病嘅醫院啊，都歡迎你嚟醫院咁啊！當然，阿靚仔牧師係諗多咗，係亂咁古靈精怪咁諗嘢。但係咧，我係開玩笑咁諗啦嚇，你冇介意咧。我真係有咁諗啊！萬一有一日阿靚仔牧師都要入咗啲
病痛中心啊！有一日，如果我經過一啲咁嘅病痛中心，我嘅心會點樣呢？我嘅心會點樣呢？老實話，就算有一日我拜拜咗啦，我返天家拜拜咗啦，我知道我去邊度喎。嗱，今朝早嘅金句，原來是耶穌上到去天上，係為我哋預備咗一個地方。耶穌返到天上，為我哋預備一個沒有眼淚、沒有病痛嘅天上嘅家鄉啊！你覺得你有冇咁嘅把握？有冇咁嘅把握？有冇咁嘅福分呢？嗱，人生始終都係一種旅程，可能最終你喺醫院拜拜，你會唔會驚呢？但係最終無論你喺邊度拜拜，最終應該係我同耶穌喺埋一齊。耶穌預備咗呢個天堂天家俾咗我，始終耶穌嘅天家係我嘅終極之處，唔係醫院。我要返到耶穌嘅天家，唔係癌症中心，唔係心臟中心。咁問你自己，你有冇咁嘅把握返到呢個耶穌嘅天家呢？阿靚仔牧師肯定有，靚仔牧師有，因為我已經信靠咗我嘅主耶穌啦。你呢？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，拜拜啦。